水老師啊，咁我嘅品牌重塑咧都已經完成啦，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度可能有朋友咧係初初認識我嘅，不如我用一啲時間都講下我嘅背景啦。咁我就都曾經經歷過人生低潮嘅，就係靠藝術咧令到我重新有第二次嘅人生。咁所以我都想俾大家聽一聽啦。就係中年嘅時候咧，我都試過經歷過婚姻失敗啦，咁就諗住寄情工作啦。咁點知咧個過程又好唔開心，工作壓力又好大，咁就去咗學畫畫啦。喺畫畫裏面咧，我就發覺自己好平靜，亦都可以忘記晒啲煩惱，所以咧就決定改變我嘅人生。咁就喺09年嗰陣時咧攞錢，咁就做咗水老師啦。咁就由教畫畫開始嘅。咁後嚟咧15年咧又讀咗個香港大學嘅表達藝術治療碩士，就做咗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啦。到23年咧，我就開咗荔枝角嘅工作室啦。咁其實我今年已經55歲㗎啦，但係咧我都好享受呢個追夢，咁我會繼續做落去嘅。咁呢10年咧，就主要係做表達藝術治療嘅工作啦，係以一個自由工作者嘅身份去做，咁亦都攞咗督導嘅身份啦，希望做一啲成全嘅工作嘅。咁荔枝角工作室又點咧？我發覺咧做咗幾年啦，好似咧同大眾都有啲距離。我亦都諗其實係咪可以有啲轉變咧？我呢個人生階段又可以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咧？咁就諗起，其實工作室咧可以運用得更加好嘅，可以更加接觸多啲大眾啦。而因為本身藝術其實就係可以喺生活裡面嘅，咁就有咗呢個改動啦。咁有啲咩新動向咧？都簡單講下啦。咁仍然係會有我以前有做開嘅教畫畫，但係咧個方向可能係都會係同出面唔同嘅，就係1對1為主啦，或者係一啲好小組嘅形式，或者係俾一啲特別需要嘅人士可以做一啲度身訂造嘅嘢嘅。咁呢個大家可以聯絡我傾下啦。咁另外啦，我就好想做嘅一個個人探索就係透過繪畫去做一啲自己內心探索嘅體驗工作啦。咁之前都推過嘅，但係會有一啲改革。跟住落嚟咧，就會介紹一個全新包裝，希望更貼近呢個需要嘅一個女子自我重整嘅一個計劃。其實有一個全新嘅項目嘅，就係特別為咗荔枝角工作室而產生嘅，就係呢個快閃活動啦。咁咧會同大家更加接近，多啲互動，就係邀請大家咧上嚟我嘅工作室嗰度體驗一下。但係咧就要 follow 我嘅，因為呢個活動咧淨係會喺限時動態嗰度公佈嘅啫。咁最後咧，大家可能留意到我最近寫咗篇叫做《喵聲物語》啦，就係一啲關於透過貓哲學嚟講一啲身心靈嘅嘢嘅。咁以上呢一啲改動或者新動向咧，我會睇翻大家嘅反應咧，會睇下需唔需要調整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都講下表達藝術啦，不如咁其實表達藝術治療係啲乜嘢咧？其實佢係透過一個唔同嘅藝術，包括譬如係視覺藝術啊、音樂元素啊、舞動啊、寫作，甚至乎咧而家流行文化裡面同藝術有關嘅嘢，我哋都會用到嘅。咁希望透過呢啲元素啦，同參加嘅人咧，可以鼓勵佢哋用藝術嚟表達自己啦，可以釋放情緒啦，希望做到一個成長同埋一啲心理治療嘅一啲功能㗎。咁如果想知多啲呢方面嘅嘢咧，其實咧可以去我嘅網站嗰度睇下㗎。我網站咧都做咗全新嘅改革。咁而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其實咧，無論係治療又好，平時嘅藝術活動又好，其實基本上咧都唔需要任何嘅基礎，或者唔需要一啲咩技巧。嗰個過程咧，同埋五感刺激咧，係更加重要同埋有效果嘅。咁大家就要體驗下啦。